美性。求我要多漂亮，我只要像25岁找个好工作就行了。假美性，别老在那玩你的手机，烦不烦人啊？自己事儿还没解决呢都。哎呦啊！快给我捏捏，我今天快累死了。哎，别脱鞋，臭！臭什么臭？小媳妇儿，来，按起来，快点儿！臭死了！哎呦呦呦！小媳妇儿，哎，我发现她当完家庭主妇之后啊，就是会照顾人。哎呦呦呦！哎呦，舒服舒服！哎呦哎呦，太舒服了！哎，你还别说，可凤那手法可专业了。哎呦哎呦，使点劲儿！哎呦，舒服舒服，专业。哎，可凤，我给你介绍一工作吧，肯定特别适合你。真的？在哪儿啊？什么工作？哎呦，真的，我刚想起来，我有一朋友那儿刚好在招人。哎，我到时候把他地址发你吧，你直接去就行了。我那朋友就是那儿的一把手，大 boss。我跟你说啊，你一定要去。不过至于干什么，我还不太清楚，不过肯定适合你。可凤，现在这工作多难找，你知道吧？所以你一定要抓紧这次的机会。我去，我肯定去。我去那儿我就扎根在那儿了，撵我都不走。OK， 我现在就把地址发给你。远洋路101号。